提摩太後書第2章，基督耶穌的精兵。我兒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。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，也要教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難，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。凡在軍中當兵的，不將世務纏身，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。人若在場上比武，非按規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。我所說的話，你要思想，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。你要紀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，他從死裏復活，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。我為這福音受苦難，甚至被捆綁，像犯人一樣。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，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，叫他們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。有可信的話說：我們若與基督同死，也必與他同活；我們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我們若不認他，他也必不認我們。我們縱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為他不能背負自己無愧的工人。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，在主面前囑咐他們，不可為言語爭辯，這是沒有益處的，只能敗壞聽見的人。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，作無愧的工人，按着正義分解真理的道，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，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他們的話如同毒瘡，越爛越大。其中有許米乃和腓利圖，他們偏離了真道，越復活的事已過，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。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這印記說：主認識誰是他的人。又說：凡稱呼主名的人，總要離開不義。在大戶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銀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為貴重的，有作為卑賤的。人若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事，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、信德、仁愛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，總要棄絕，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。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，只要溫溫和和地待眾人，善於教導，全心忍耐，用溫柔勸誡那抵擋的人，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脫離他的網羅，靈修主題，堅守信仰與訓練門徒。經文重點：提摩太後書第2章，在基督裏堅強。保羅鼓勵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穌裏得住力量，這提醒我們依靠主的力量來面對生活中的挑戰，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。訓練門徒，保羅指示提摩太要把他所學到的教導交給忠心的人，並且這些人能夠教導其他人，這強調了信仰傳承的重要性。作好戰士，保羅鼓勵提摩太作基督的好軍人，專注於他的使命，不被世俗的事務所纏繞。這提醒我們在追求信仰的路上要有專注和毅力。比喻的應用，保羅用運動員和農夫的比喻來說明，為主所作的每一份努力都會有獎賞，並且讓我們思考神的話語，從中得住智慧。基督的復活，保羅呼籲提摩太要記住耶穌基督的復活，這是我們信仰的核心，並且他願意為選民的緣故忍受一切苦難，提醒我們在信仰中要有堅忍和希望。信實的應許，保羅引用一段詩歌，強調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，就必與同活；如果我們忍耐，就必與一同作王。這讓我們明白在基督裏的永盼望，正確教導的責任。保羅警告提摩太要提醒信徒不爭辯，並用溫柔的心來教導。
這提醒我們在傳遞真理時要有愛心和耐心，並尋求神的智慧。禱告，親愛的天父，求你使我們在基督裏堅強，並賜給我們智慧和勇氣去訓練和帶領他人。願我們的生命能夠榮耀你的名。奉耶穌名禱告，阿門。行動，尋找機會訓練或扶持屬靈的弟兄姊妹，幫助他們在信仰中成長，在生活中專注於神的呼召，並努力在各方面作基督的好軍人。願提摩太後書第2章激勵我們在信仰中堅持，並在基督裏訓練和帶領更多的人。